阮的心生灵勇壮。当阮受到言语、情绪的攻击，无为着对方的恶毒的歹来受气，颠倒着为因来祈祷，因为主你有假使阮，着为你的对德祈祷，安尼平安着归伫听主的人。阮感谢主看顾台湾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无遐尔啊严重，所以阮众人会当聚集伫遮来敬拜主。相时嘛有会友伫厝内看到及时的影像礼拜，阮众人拢动心志，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人教、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咱即时启用启用文20篇，诗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未受造，你互土造的人回归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亲像草早起时布影，暗时凋谢打去。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阮的秘密，阮的罪，伫你的目前暴露出来。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若是勇行通到80，我得到不过是劳苦忧闷。人生亲像在飞100年久就过去。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互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会改变心意？会将因求你透早，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尼济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一声求你赐予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亨通。讲道，请陈牧师，今仔日的正道题目，男士读经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14节，已经到学生的所在，就看见规大群人为因，邀请学师甲因辩论。人看见耶稣，就脸面大红影，行来就近伊，甲伊请安。伊问因讲：“恁甲因辩论啥物？”众人中一个应伊讲：“先生，我有带我的囝甲你遮，
伊犯着恶教的神，无论伫什么所在掠伊，就甲伊摔倒，互伊流烂夹起，搁打落去。我捌请你的学生赶伊，也因袂话。耶稣因讲：嗨呀，毋信的世代啊！我要甲恁住偌久啊？我要吞忍恁偌久啊？带伊来就近我，因就带伊来。一看见耶稣，迄个鬼连边，互伊大抽踹，就倒伫涂骹，变来变去流烂。耶稣问伊的老爸讲：伊犯着即个偌久啦？讲对细汉的时，大大将伊迄落火、迄落水，要灭伊。总是你若为做啥物，着怜悯来帮助阮。耶稣甲伊讲：怎样讲？你若话啊，有信的人，逐项拢话。囡仔的老爸连边嗷叫讲：我信啦，我所信的无够的，你着帮助我。耶稣看见大规阵人行过来，就责备迄个邪神，甲伊讲：你下到臭鱼人的神啊！我命令你离开即人，无过入去。迄时，迄个神嗷叫，大抽踹伊，才出去。迄个囡仔亲像死一样，直到人较侪讲，伊已经死。若是耶稣牵伊的手扶伊起来，伊就起来入厝。伊的学生暗前问伊讲：阮袂话赶伊是安怎？伊甲因讲：若毋是用祈祷，即类就袂得出伊出。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过来行的人。咱要请牧师正道，题目是若毋是用祈祷。感谢启荣长老，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会当甲雷兄弟做这礼拜。你们看不到我的笑容，我这么笑眯眯吼。很久不见，很想念大家。这时咱要来亲近上帝的话啊，伫咱亲近上帝的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至圣的阿爸爸上帝，阮欢喜感谢。阮会当组织做伙，还有其他会当透过网络的直播，会当三甲做伙来敬拜你，来做礼拜。这时来亲近你的话，求你圣神帮助，求你大开力，赏赐伫阮的心上，互阮明白你的话，知影你的心意，嘛看清楚阮家己的境遇状况。当阮若有啥物明白的所在，若知影加知影啥物代志，求你赏赐开力，互阮行做出来，互阮会知影会当成做阮生命的一部分。下面的时间，求你来引带驾驶，当心意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马可福音第9章第14节到29节，其实这道经文咱伫8月8号大家讲过父亲节啊，迄阵我咧想讲父亲节要讲啥物货？找一个甲爸爸有关系的经文就找到遮，无拍算9月的经课表搁甲摆出来好，安尼共款的经文，咱来要加重无共款的所在咱换一个，我换一个讲法，咱来试看卖啊这段经文其实是很典型有平行经文的一段经文，什么意思？就是讲这是马可福音，毋过伫马太、路加、犹原共款有记载这段经文，而且共款记载的所在拢共款，什么意思？就是这段经文的头是对面迄段是咧讲啥？今天的这段经文的前面那一段是咧讲耶稣带伊三个学生彼得、约翰、雅各去山顶干什么？露营是不？去山顶登山避名变相有没有？哇，有没有印象啦？耶稣带三学生去山顶，伊说无改变伊的形象，有2个旧约的人物出现，倒2个，
哪2个旧约的人物出现了？徛在耶稣的边啊？摩西跟啥？有点像，以什么亚？以利亚哈，摩西跟以利亚，有没有回来？好，然后圣经记载耶稣的面跟伊的沙龙平安啊，发光这背对吧？好，一样，3本福音书拢甲家己的经文放伫迄段的后面，不过一个最特别的所在，马可福音其实是一本较短的福音书它只有16章。你若看马太28、路加24，拢足长的不过真特别的所在是，颠倒这段故事伫马可里面，伊用比马太、路加还要多1倍的篇幅来描写这个故事。就是讲马可福音虽然是一本较短的福音书，不过伊咧讲这个故事，伊颠倒较长。就是它多了介侪细节伫内面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讲，同款这个故事在讲时，那马可会讲较长他有他特别的，我要讲企图心伫遮什么意思？来，咱来看经文，一开始起来，伊讲已经到学生的所在，就看见规大群人围伊。还在我讲的就是马太、路加拢有，不过马可写上长有更强的企图心跟一些概念，他想要分享。好，耶稣就到门徒遐转来学生，所以耶稣带3个去现在落山落来，所以下面有几个？咱若照12个使徒，3个甲耶稣去现在下山下面山下有几个？9个嘛，所以讲耶稣行到遮看见规大群人甲因围咧，甲伊学生围咧，在辩论。讲内面还有文书，就是经学士伊在辩论这奇怪的情形人看到耶稣来，两面大戆影就来就近耶稣甲耶稣请安。各位兄弟，你要注意看伊这讲这个人看到耶稣，因就安那大戆影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伫马可福音今天第9章前面1到8章有记载耶稣行介侪神迹很多神迹的记载一定都是记载讲耶稣神迹行了，这个人边仔人看到大戆影，因为耶稣行神迹嘛真行未？神迹行未？未呢？因看到耶稣的大戆影，这个是马可很不一样的地方马可想讲什么啦？因为他都讲过因为这段经文是接续伫登山变相之后，我讲马可有一个特别的诠释你若去看出埃及记34章29节到30节，你会看去一件代志，就是摩西伊伫西奈山甲上帝长头对面上帝甲伊吩咐10条诫，即摆伊落山手摕2个石板落来时阵，圣经记载讲伊的平安伊要都甲上帝讲话吗？即摆伊的平安发光对无？有没有印象？伊的面发光嘛？这个百姓惊到要求到来甲摩西的面用啥？一个布扛起来。大家有没有印象？好，那跟着我来查出埃及记好。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讲圣经在翻译的时阵耶罗米天主教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耶罗米伊把圣经对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翻译做拉丁文就是罗马帝国的国语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他在这里他就不是这样翻，伊不是讲面皮发光，伊讲这个摩西啊他甲顶生角。他选择翻成这样子头上长角，其实角就是有能力的意思，你知道？伊种下中摩西头上发角，不是发光这个翻译影响后面的很多的不同语言的译本介侪翻译那个或者摩西生角所以那个谁，那个很有名的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在上。很会雕刻的，随便讲一个来听。
啥？不是他，是马开朗记了吗？他有一个摩西的雕像，头上就有2个角。其实很多啦，你起码啦，澳洲看到看古老的教会，伊的墙壁啊、门啊，都会刻出很多的圣经故事，都会有一个人物头上有角。那个不是基督徒看到头上有角，都以为那个人是谁？撒旦魔鬼撒旦不是，是摩西这耶罗米搞的鬼耶罗米的翻译是说，摩西生角。我讲马可的作者有一个企图心，为山顶落来的摩西，伊要对照这个对山顶落来的耶稣。为什么？看这，咱今晚21世纪的基督徒，你知影耶稣是基督无？你知无？没有问题嘛？耶稣有伟大不？有，你是21世纪的基督徒，你知影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伊是伟大。看这第1世纪的犹太人，他们知不知道耶稣是基督？他们没有像我们那么清楚啊。第1世纪的犹太人，所以那个时代的作者，他伊要把耶稣的地位伊也较悬呢，伊要对照耶稣的那亲像摩西一样的那个地位所以伊就讲，耶稣的面发光，其实他这里没有写耶稣发光，伊刚刚你讲，这人看到耶稣就大戆影，他在暗示这个概念好，这耶稣来的问讲，你是在跟因辩论什么回？你们在跟他辩论什么啦？你是在跟因辩论什么回？现在故事就开始讲啊，一个爸爸来讲，我带阮囝来求你的学生甲医治，医治犯什么？犯到什么？犯到A 教的刑原文也是写这个意思，就是不能讲话的灵，伊犯到这个刑我求你学生来甲伊甲医治，不过很可惜，因赶不出来，伊无法度医治。你要知道，耶稣问的问题是说，恁在什么会？你们在辩论什么？一群人把我的学生围起来，你们在辩论什么？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按不出来，从头到尾都没有再回答一次这个问题可是耶稣一直在问说，你再帮我按一下好了，他没有出来，你在辩论什么？他就老爸就讲我因为我的囝犯到鬼，无法度讲话，你学生无法度赶鬼所以耶稣很感慨，耶稣讲唔信的世代我要甲恁住偌久我要吞忍恁偌久带伊来就讲我带这个互鬼犯到的人来就讲我各位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耶稣心里面在感慨什么？感慨这个世代对伊无信心，对不？对他没有信心好，这老爸带这个囝来，耶稣跟问讲：伊犯偌久伊犯这个偌久我常常说，在想到一个问题，咱今麦看医生咱讲那些症状我医生我咳嗽，还是医生我胃痛，医生会跟你问啥？你咳嗽多久了？对不对？你那个胃痛多久？你问对不？为什么？因为里面从你的症状的时间长远，他要判断嘛，对不？耶稣是你问啥？耶稣敢是嘛是需要讲问你你的囝犯这偌久一不一样？不一样耶稣是靠伊的官兵来赶这个鬼，跟他犯偌久有什么关系？你医生你要问他这个病症多久了不过耶稣想那边来问各位这各位这个都是细节你要看得出耶稣这样问的原因，因为耶稣不是干那要处理一件代志，耶稣是要拯救医治一个人。耶稣显明伊对这个人的关心，他痛多久了？伊安内经很寡固这个是一种生命的连结关系的建立。各位你要清楚这个生命的连结关系的建立。耶稣我们讲这偌久伊爸爸就讲对细汉的时候开始安尼啦伊甲这个鬼
安怎人肉苦度因囝的讲，上尾伊讲一句，最后他讲一句，伊讲总是吼，你若为做啥物，伊甲耶稣讲，总是吼，你若为做啥物，求你的灵命吼，来帮掌管。好，他讲说这个鬼安那求伊的囝了后，最后结论是，伊甲耶稣讲，总是吼，你若为做啥物，注意这一句，你若为做啥物吼，求你灵命来帮掌管。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讲哦，我们的汉字本圣经翻得非常好，翻得很准确，而且意思完全到位哈。伊讲怎耶稣个回答讲怎样讲你若为啊？这个是汉几本台语圣经的翻译。你手中若有和合本哈，你就发现和合本不是这么翻的，和合本是直接说耶稣讲你若能信。完全不同的翻译。希腊原文其实也没有写说怎样讲，希腊原文是讲耶稣讲你若能，然后后面的话你若能，这个是希腊文的原本的写法。现在就看安怎翻译啊，因为老爸甲讲，总是你若为求你灵命帮掌管，耶稣怎么会说一句你若能？大家就看不懂意思，只好加一些东西哈。就是讲，耶稣是讲怎样讲你那位啊？和合本把它想成说，把它翻成你若能信，信是加进去的，只是希腊文没有这个字，他给它加进去的。可是咱台语也加了前面说怎样讲你那位啊？有听懂意思吗？就是说。今嘛这些翻译的人都赶快面对一个句子看不懂，他想把他意思讲清楚。台语圣经给他翻作你怎样讲你哪位啊？和合本圣经给他翻作你若能，他给他加个信，这样他认为说这样子的话就会听懂了就变成这样子。爸爸讲总是你哪位最下面就灵命来帮掌管，然后台语汉字本的是说，你若为有信的人，每项拢为。和合本把它翻成你若能信，那个信就是多出来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奇怪，耶稣写的功下，什么下面叫做你若为？为什么会跑出这个字？你若会，其实耶稣是把爸爸讲的话再讲一遍，就是讲爸爸讲。总是你若为做啥物求你那，然后耶稣就讲啥物会？你怎么会认为我不会？耶稣把它 quote 用个引号写到说你若为，你怎么会讲这个话？你若为，我有工程车艺术吧？这个我就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我常常在网络跟人家吵架你要跟他对话，对不对？我就会把他的讲什么话，把他移到我这边，把他框起来说你讲这句对不？现在我要针对你这句，给你回应一模一样的情况，知道不？爸爸讲你若为求你灵命帮掌管，耶稣的意思是讲，你怎么讲说你若为？你不相信我吗？你怀疑我吗？你怎么会讲那句你若会？所以耶稣讲，你该讲你若会啦，在信的人每项拢为啦，这是耶稣的意思。可是和合本就把它翻成说。你若能，就多加一个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意思清楚了，可是不是耶稣的意思。那这个情况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常常发生哥林多前书一句咱俩这是保罗讲这有名的话叫做和合本翻成说，凡事都可行下去了，但不都有益处，对不对？还是说唔通互伊管对吧？我们以为保罗说凡事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可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凡事都有行不是保罗讲的，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拢欢喜，拢爱讲凡事都可行你拢这就变成你们的标语。恁俩这三回都会当做，不过保罗讲，不过我跟恁讲。但不都有益处，有清楚
就是说前面那一句是他们讲的啦，保罗只是把那一句拉过来，画个引号，这是你们讲的，凡事都可行。可是我告诉你们，但不都有益处，跟这个情况一模一样。就是耶稣把那个人讲的话讲，哎，你可以讲我太话，我当然话啊，你怎么会这样讲呢？你讲你哪话求你帮长官，耶稣意思讲我当然话咯，所以你怎么会说你若会呢？伫信的人，在信的人，拢凡事拢会啦，好，在对哈，你那会哈，后来在信的人，大行拢会这句话其实嘛讲无清楚，有3种意思，各位兄弟你来摇一下哈。有信的人，大行拢会的意思是第一句话，你若有信心，大行拢会，还是第二句话，你若对我有信心，你大行拢会，还是第3句话，你若对我有信心，我大行拢会。后来，互恁又看卖啊，你认为讲耶稣意思是哪一句？这3句一不一样？这3句同款无啦？你若有信心，大行拢会；你若对我有信心，你大行拢会；你若对我有信心，我大行拢会。来，耶稣是咧讲哪一句？耶稣刚才讲有信的人，大行拢会。你认为耶稣在讲什么意思？还是有别于这3个还有别的意思？你认为耶稣是哪个意思啦？兄姐。好，有人说第3。你认为嘞？起比一下，第几个意思？不过我们知道不一样，对不对？我也会认为应该是第3啦。耶稣讲你若对我有信心我就会当救嘛，我就可以医治。可是不要停在这里，各位兄弟，在那个时代，耶稣是跟这个老爸面对面讲话。你若对我有信心，我大行拢会啦。你即摆看有耶稣无？各位兄弟，你即摆看有耶稣无啦？耶稣有在你面头前说来说去无？没有啊，有你就麻烦了。所以你现在基督徒，咱即摆真现是第2句啦，在我们生命的经验应该是第2句啦。这嘛是耶稣的期待啊！耶稣要离开之前，甲这些学生讲啊。我做的事，你们也都怎么样？也都能做。你现在可以做到什么？更大，有没有？就是咱若好信心充满，咱若好信心加对咱的主，耶稣做的，咱拢会当做啦。所以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真正完全相信他的大行拢会。我第1句比较害怕。第1句有可能会解释成说，你若对自己有信心，大行拢会，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耶稣不是在讲这个，耶稣是讲你若对我有信心，大行拢会。好，再互咱来思考。现在另外一句就是这个老爸的回答又出问题了。老爸讲，我信啦，我所信无够的，你就帮助我。这是他回答的。可是他的原文，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是和合本的翻译可是他的原文是翻成我信，帮助我的不信。那到底是信还是不信？你哪看和合本的修订本就翻成这样子，你我信，帮助我的不信，这是不是翻错了？是不是翻译错误？不是，你来看。NIV 英文的译本NIV 这个是 NRSV 是 King James 的系统就是亲王 King James 路易16。他说 I believe 我相信 help my unbelief 帮助我呀那不相信跟我们的和修翻译一样如果你看 NIV 是写说 I do believe， 他给强调我真正相信，我确实相信 ，help me overcome， 帮助我克服或是赢过我的不信，
他的翻译也是这样。你哪看下面 NAB 是美国天主教的圣经，他就说 I do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赶快都是翻译成什么？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那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所以这个老伯是信还是不信啊？他说我信，又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这种写法很奇怪，对吧？所以我们才那个和本才把它翻成说我信，不过我信啦，我信不到，有利帮咱，他才翻译成这个意思。看他原文不是这样想，原文是说我信，有利帮咱，我还不信。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有关信心的问题。这是整段的重点。信心是什么？当咱在描写咱在讲信心的时候，到底它是一种程度的讲法，还是一种全有全无？上面叫全有全无 ，all or none law。什么叫 all or none？ 其实它原本是从生理学的一种现象来讲的。就是说你的骨骼肌肉是你的心脏肌肉的纤维，受到刺激的时候，大概到一个强度过了，它的专有名词叫预电位，可以一直拍下来，预电位过了一个强度的时候，它才会有反应。常华你跟我讲，看这个比较不懂，讲物理学的比较懂。但只要物理学有个静摩擦力，对吧？但是讲这个石头伫涂骹，你要给它撒袂行，因为它有个摩擦力底下。你一直用力，那个力量大到超过静摩擦力，你石头就好厉害推动了，对不对？可是前面它推不动的时候，你有没有施力？还是有啊，只是还没有到它的什么静摩擦力。你一直要超过了它才会动。刚才赶快预定位，刚才赶快。就是全有或无。伊讲信心无一种较大较细啦。你若有信心，就是有信心；无信心，就是无信心啦。是这个样子吗？各位同学，你对信心的理解是有大小之分的。我有90%的信心，我现在只有一点点信心。这个讲法就是程度的。那还都在讲你有信心的是有信心啦，没信心的没信心啦，不然就是有，不然就是无啦，没的几百分，没的0分啦。你对信心的理解是哪一种？各位同学，是有大小的区别，还是全有或无？全无。我还没查过。我们比较常讲，那个信心较大，那个较软假较无，我们常这样讲，对不对？是不是啊？是吧？可是你想一个问题各位同学，你去想一个问题。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今天欧阳大侠他在外面走，太阳很热，刚刚做脆大，很想喝水。这时候陈牧师手上有一杯水，就递过去给大侠，给他喝。大侠喝不喝？为什么你认为他会喝？水里面有没有下毒？大侠如果相信我，伊摕来就安那拎落嘛，要不要检验？不用嘛，这代表他对我什么有信心，信不信啦？他对我有信心，那杯水拿了就怎么样？喝下去。其实如果他怀疑我嘞，他对我没信心，大侠会怎么说？你给你啉我没嘴大对吧？是不是啦？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有或无嘛。你若对我有信心，你就啉落；对我没信心，你就嫌我。他可不可以说？大家说，牧师啊，我对你相信一半而已所以我喝一半就好。干嘛呢？不是吧？这个就符合这里讲的，你有或是无。老爸讲，我想要相信，我真正要相信，不过我实在是不信。求你帮助我，也不信。你听懂这个爸爸的挣扎没有？这是一种看法。我不是否定我不是讲，当咱咧描写信心，讲你的信心较大，你的信心较小。我不是说这个是错的，
我是说这个就像哈多公那个预定位概念。当大侠摕到一杯水的时阵，伊心内底被绑，他在挣扎。这个陈思豪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开始在评估嘛，对不？伊娜最后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就怎么样？喝掉。所以各位兄弟，大侠对我的信任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他对我的什么？什么？认识。就是讲，伊若实在我有够额，伊就对我有信心，还是规矩不爱相信我。啊，就是他对我的信心是取决这个人对我的认捌。各位这个是信心最重要的概念。那嘛是咱全篇在讲的。其实好多一直在问讲，恁在辩论什么会无？你们在辩论什么啊？你如果看整个马可福音，你也发现一共16章，4本福音书，敢若马可是安尼写的。马可头前第1章到第8章是咧写耶稣伫加利利的行做甲教示，伊记载介侪新者。毋过8、9、10这3章是咧写耶稣为加利利，甲伊学生行路去耶路撒冷。11到16章就纯粹写耶稣伫耶路撒冷的事迹。只有马可是这么写的，就头前是甲加利利，中是 on the way， 伫路顶咧教，即马上尾啊是去耶路撒冷。很特别的是，耶稣所有的行者，拢写伫前面伫加利利，中间只有这少数的，今天讲的是倒数第2件。接下来最后一件就是互巴提买，迄个最有名迄个市民去接巴提买。看见迄个新者是马可福音写耶稣的新者最后一件，后面对10到11节、11章16节，拢无去写耶稣有啥物新者，一直到耶稣死，除非你把无花果死掉那个当作神迹，那个之外，都拢无记载耶稣的新者。对啊，这我有甲咱讲过，新者的目的是啥物？行神迹的目的，它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是咧表明。行新者的人是上帝所启请的人，所启请的人是上帝，甲上帝徛做伙的人，所以伊即马后来要讲的话，就是上帝爱伊讲的。神迹的目的是在标示是一个 sign， 就是耶稣伫马可福音已经行介一个新者，照例来讲，应该伊的学生也是这人拢应该。看到新者，应该知影耶稣就是迄位啊，所以耶稣我们才会很感慨啊！哎呀，我要忍受恁偌久啊，遐尼济新者，你拢看唔出我是什么人吗？这只是讲你们还不认识我是谁吗？就是这人若对耶稣认捌无够，就无法度对耶稣有信心。哦，这大的重点在讲这。好，所以其实比较起来，各位啊，这整个故事比较起来，这个爸爸反而是比耶稣的学生更认识耶稣啊。这个爸爸很不错的概念是，伊知影伊家己有信心无？我要信，可是我是什么？不信的。他看清楚自己呢，他也看清楚这个耶稣呢，伊知影耶稣有法度呢。基本上，这个爸爸是比耶稣的学生更较敬拜耶稣的，对耶稣是更有信心的，所以他才会说：“我信。”讲的是一种愿意。不过我信不足，这是一种翻译的选择。可是他原文是说：“我信，有你帮助我的啥物会？我的状况是无信啦，你爱帮助我，不过我愿意信。”好，弟兄姐妹。咱拢是伫这款的挣扎来临，我们表现出来就是全有或全无，有做还是无做，那是我们表现出来的。可是咱心里面的挣扎是程度的，我即马信到7成，信到8成，信到9成，那是咱家己的8百。不过咱的行做，我们的实践就是有或无而已，那别人拢看无的，敢若你甲上帝知影你的信心的。所以你若伫什么代志失败，你唔通
丧志，唔通失望，因为你的信心是一直在坚强，一直在加添。你不要失望就放弃了。你虽然你某一件代志表现，你的表现是全无，你的表现是全无，不代表你拢无信心。你知道我各位兄弟，今天大侠把那个杯子还给我不喝，不代表他对我完全没信心，他代表对我信心大概只有1成，有没有可能再增加？透过伊若对我更加侪明白的时阵，搞不好变成没有。就是说认识越多，你的信心就可以建立越多。各位兄弟，咱对上帝的信心是建立在咱对上帝的明白。我们对上帝认识越多，理性的认识越多，靠法度对伊产生信心，建立信心。不过困难的所在就是，我常说的，各位兄弟，你相信人是一件较容易的代志，还是相信上帝较容易？从难度来看，相信人比较容易，还是相信上帝比较容易？从实践的难度来看，当然是相信人比较容易啊，因为人是你会当观察的嘛。你若真正要观察一个人，24点钟甲看，甲明白。你可以看透一个人，你信不信？可是你可以看透上帝吗？你看不明啦，你无法度揣测上帝的心意。咱即马人会当明白的上帝，敢若是圣经体示出来的上帝。我的意思是讲，咱明白的上帝绝对比实际上的上帝较小，而且麻烦在小多少你还不晓得。就是咱无法度知影上帝偌大，咱敢若知影上帝一部分尔。所以齐克果才会说，你相信上帝是一件足惊吓的代志，因为你根本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所以一开始咱对上帝的信心是建立在认识理解，可是一定得要超越理性啊，因为有最的部分是咱无法度理解。不过我们不讲后面，我们现在这个经文要讲的是前面，重点是你要认识这个上帝，你靠法度相信这个上帝。现在重点到最后了，耶稣已经医好了，回到房间了，入厝，伊的学生都赶不出来对不？这干嘛这更小？就安静问耶稣讲：阮未赶伊是怎样啦？我们赶他赶不出来是怎样？怎么会赶不出来呢？耶稣讲最后一句话，耶稣讲若不是用祈祷，这类就袂得医出。就是意思是说，若不是用祈祷这款鬼赶不出来啦。就有一些抄本，有些圣经就给他多写2个字。若不是用禁戒祈祷这款鬼是赶不出来。这什么意思？这就要讲到有关祷告的问题了。你讲若不是用祈祷这类的袂得出，这个意思是讲什么？就说这个鬼太厉害了，对不对？厉害到如果你不是用祷告就赶不出去，这是不是？可是你回去看经文，咱看今日的经文，刚有讲到耶稣祈祷。耶稣赶鬼之前有祈祷无？有没有啦？没有呢。耶稣只是跟爸爸讲话，讲完就把他赶走了。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赶走前先怎么样。上帝啊，求你赐大权天地外星君万能的天神才赶，没有啊。耶稣没有祷告以后才赶，是安怎一个学生教讲，若不是祈祷这类就赶伊袂出。为什么耶稣这样讲？耶稣骗他们吗？若不是用祈祷这类就赶伊袂出。我认为各位学生，这是我的解释，做参考一下，注意思考一下。我认为耶稣是咧讲赶鬼是爱祈祷，较赶会出去。
还是说要常常祈祷，祈祷才赶得出去？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不一样的。前面这一句话是一种误会，什么意思？误会成祷告是咒语，什么意思？你把祈祷当作是一句吼，你若念出来，代志就解决了。你把基督徒有时候把祷告当作咒语，哇，今麦害啊，都有大代志啊，哇，上帝你救我，我求你的要求哦，念完了以后，事情就怎么样？解决了。这个不叫祷告，这个叫咒语，你知道不？这个哈利波特赶快对了代志人啊，讲一句咒语，然后事情就解决了。各位这祷告不是咒语，啊，祷告不是拿来解决急难的问题的那种咒语，祷告是一种讲话，一贯沟通啊，是透过祈祷都跟上帝建立关系。你若甲一个人常常讲话，常常沟通，你甲伊的关系就会当建立起来。你若拢无咧讲话，恁就无法度建立迄个关系。迄就是祈祷。各位兄弟，我们基督徒常常把祷告当作是咒语的使用，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祈祷有4种，上少有4种内容有4种。第一种，咱讲阿乐，有无？祈祷内面有阿乐上帝的部分，有认罪，对无？赞美、认罪。第3个，感谢；第4个，祈求，这咱上爱的对不？有当时咱的祈祷为头到尾拢是咧祈求，都没有赞美、认罪跟感恩。当哪个祈祷动作是全然的祈求，就会像咒语了，你的祷告就变咒语了。基督徒，有开车的应该常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开车找不到停车位，基督徒都干嘛？祷告，对不对？然后停车位就出现了啊！感谢上帝，有10000比板停车位。我不是说这样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祷告都只是祈求，你的祈祷是出问题，你的祈祷会加做咒语，你的祈祷无阿乐、无认罪、无感谢，没有其他的部分，你的祷告只是祈求，你就想一个问题。你今天有个好朋友叫做，又不要讲大侠，换一个。你的好朋友是琪琪，你跟琪琪讲话的事情，全部都是要求他做事情。琪琪，你帮我买个泡面。琪琪，你帮我买奶茶。琪琪，我的房间太脏了，帮我整理。琪琪，我下次碰到琪琪，琪琪我还没有讲话，琪琪就怎么样？就跑掉了嘛，是不是？刚才你的祈祷，上帝的祈祷，若拢是去祈求，上帝嘛会走的，你要信无？所以你的祈祷爱知影内面还有阿乐、认罪、感谢，是一个正常的沟通，正常的讲话，不是干那祈求。你若干那祈求，你的祈祷会变成咒语。你甲上帝抓做是来解决你问题的一个生命，这就出问题了，表示咱对上帝的认捌是错误的。咱若对上帝认捌是错误的，咱的信心就出问题，我们的信心是会出问题的。所以伫遮上尾耶稣讲，若不是用祈祷，这类就赶伊袂出去的意思，其实是恁就爱常常祈祷，才赶会出去。他更深的意思就是讲，恁甲上帝才有好的关系，才赶会出去。所以耶稣是一个感慨：恁跟我跟遐久啊，恁敢无法度认捌我就是迄个弥赛亚，无法度认捌我就是基督。恁靠有法度有这个官柄，你们怎么可能有这个能力？他每个字在马可福音第3章前面的第几章就描写耶稣派伊学生出去，有无？想使因赶鬼的医病的官柄，有无？第2届派因两个出去，同款互因有赶鬼医病的官柄，不过因到即马佫赶袂出去，表示因实在无认捌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各位姐，这不是干那2000当进前耶稣遐学生的问题，这个不是他们的问题而已，这嘛是咱的问题。各位姐，咱有认捌这位咱所信的耶稣基督无？
咱对伊的认捌有够无？那认捌无够，那认捌有偏差，咱的信心就无法度展现。他都讲的 all or none， 全有或全无啊。我们可能表现出来的东西全无，然后又被这个全无迷惑的，咱掠到咱家己对上帝拢无信心。其实咱是咧背叛，时时刻刻咱咧增加咱的信心。有当时啊，咱的某一个事件、事件，咱失败啊，无要紧，咱知影这有关是咧真做坚定咱的信心的一个过程。上重要的要清楚认捌这位上帝。你要常常看圣经，你要常常甲上帝交陪祈祷，你要常常甲你的兄弟姊妹相合做伙，去知影因的生命的见证。帮助你对这个上帝较侪认捌，帮助咱对这个上帝的信心。你无法度干那一个人做基督徒过兄弟，你要有交陪，甲上帝的交陪，甲正兄弟姊妹的交陪，拢是要起造你的信心，是这个起造信心的关键，就是对这个上帝的认捌。干这咱可能拢甲这个爸爸同款，咱实在是无信。毋过，这个爸爸知影一件，伊知影通呼求，伊知影要讨这个力量，伊知影求耶稣帮助伊的无信。各位兄弟，毋管咱今麦是啥物款的信心，咱嘛要有这款的觉悟，求主帮助咱的无信，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爸，阮实在是大大领受你的福气的人，毋过阮的信心遮尔软弱，阮常常伫一寡事件拢无表明阮对你的信心。毋过，检采是安尼，阿爸爸，你知影阮对你永远是有信心的。无论安怎软弱，无论安尼袂堪值，你知影阮是相信你的。所以阿爸爸，你着赏赐我够额气力。互阮会当把每一次的机会来体会你，来认捌你，来增进阮家己对你的认捌甲信心。伫每一次的失败时，阮会当更较清楚阮家己，更较认捌你。这是阮对你的恳求。当心彼得洪最后所祈求圣名，阿们。咱来吟回应的诗歌164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请起立。有你亲像
即时奉献。有请起立，参加联同的时光。看过保守阮阿爸的上帝，阮今日来到你的面前，三讲你的感谢，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赏赐，感谢你互阮有欠缺，感谢你补足阮的欠缺。阿爸上帝，只是阮今日来到你的面头前，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教示，听听你所教示阮的每一个话语。只是阮献上阮的一切，求你会当接纳加做你的圣工所用。阮的祈祷拢是奉你的名所求，阿门。报告，即马疫情是2级的警戒，咱教会对9月12号开始开放70人以下实体礼拜，第一礼拜分做2场，9点到10点半；第二场11点到12点半。华语维持1点半到3点。主日礼拜是明节，请会友敲电话甲教会牧师也是干事来报名。电话专线伫下骹才有。咱开放实体70人的实体聚会有查经班、祈祷会甲少年大学。入教会爱是明节。教会外口遐有 QR code， 会当提供你来实名制登记。若无，请你爱用纸笔来登记。搁请会友若有接到通知要来注疫苗的，请你尽紧去甲注起来，为着家己嘛，为着你身边的亲人。资讯组报告请会友会当伫手机下载 YouTube
订阅迄个固定基督长老教会的频道，是讲加入脸书甲赖群组。每礼拜阮拢会固定伫即个地方来放连结网站，互大家方便来利用。直播的时间是伫11点，甲下晡的1点半。第3点，固定教会要制作一个 MV 的底片，请大家会当招你的朋友甲厝内的人，会当甲录一个10点钟的影像。教会要来制作一个固定教会之歌的短片，来互大家会友来做纪念。这有可能伫咧做咱70年做周年纪念的时阵，大家来看会感觉真无相像的纪念。过来父亲节的礼物，因为疫情的关系，本会父亲节礼物延到9月12来分予大家。你若还未领到礼物的爸爸，请若有时间来到教会还是办公室，才来领取。双联团契9月聚会伫9月23拜四10点到12点，地点伫教会主堂。题目是对着美好的脚跡，主讲是罗俊义牧师，有提供着便当，互会友早顿去享用的以上报告。较等的聚会若结束的时阵，请大家对中央即个门来出去，后壁的门是要做关起来的动作。念米离开了后，教会做消毒的。所以，请大家伫结束了后，请来离开。这时请牧师来做公道。各位兄弟，就愈是即款有病毒威胁的时阵，咱来愈知影我靠上帝吼，咱同心来祈祷。即阵边，阮侪侪人拢有为着要抵抗即个病毒，打疫苗。阮即马是开始有一寡较少年的兄弟姊妹开始咧打疫苗，因为有的人有大大的副作用的反应求你真正是使稳定自比伫阮这人的心上保护阮的身体健康，嘛保守阮的心情平安。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阮拢需要你的引带。知影，无论是阮欢喜顺遂，也是阮受苦无顺利，拢你甲阮做伴，拢知影你伫阮头前咧引带。特别要甲即个土地台湾拢囥伫你的手中，互阮基督徒，尤其是伫即款惊吓的时，阮表现出对你的信心，甲对天顶来的平安，要透过阮，互阮四周的人看到你的存在，看到你的疼，甲看到你的稳定伫阮的心中。求你来保守，阮大家真正袂堪情。软只，毋过要学习诚做，因为你来勇敢，来刚强壮胆。阮虽然袂堪情，毋过阮愿意安尼来学习。做无够、做毋对的所在，你原谅以外，继续来引带阮。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唱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稳定慈悲。疲惫上帝受苦大好，听人
亲像家己，听咱亲像家己，身心关联甲咱感动，家己在咱心内，三位一甲咱相通一时，甲咱世代。一时到咱世代，恁着确实知影，恁是耶和华上帝亲身的拣选。恁嘛着知，恁是先受耶稣基督救恩，大大有福气的人。所以虽然伫即款病毒的威胁下面，着每一天照起工来过，勇敢平安。甲上帝赏赐恁生命的所有稳定、疼、甲力量显明出来，互恁四周围的人对恁来认捌上帝。毋免惊吓，在恁所信的耶稣基督较赢这个世界。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世神的相通，充满保守安慰，甲恁众人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角来。阿门。请坐，袂倒，咱要听候音乐结束较起身。今日来到这平安，愿耶和华赐福保护恁众人，真欢喜看到咱大家。